1年1度嘅 ATV 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已經開始咗啦，今年更加以感動從香港出發為口號，希望同市民一齊尋找身邊嘅感動故事。喺酷熱嘅天氣之中，好多人都寧願匿入去室內嘆冷氣，但係一班漁農自然護理署嘅義工就走進大自然，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，就算係汗流浹背，亦都從不計較。蕭福強就係呢一個義工隊嘅高級隊長，今年22歲嘅佢加入咗呢個義工行列已經有3年，而全港絕大部分嘅郊野公園都留下過佢嘅足跡。教啲保育信息俾啲小朋友啊，咁等佢哋可以覺得大自然係一件美好嘅嘢啊，令佢哋學懂欣賞大自然同埋保護大自然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嚟到廟街呢度咧，就係關懷社區大行動，即係我哋有1年咧都會有一次大型嘅行動嘅。咁咧，我哋咧今日咧會帶一啲福袋啦，準備咗一啲小禮物啦，就去探一啲街坊，探一啲即係喺度住嘅居民咯，咁樣咯。今日嘅雅兒對住社區有好多嘅貢獻，係好多人嘅典範，但係昔日嘅佢卻係迷失於黑暗當中。喺13歲，因為誤交損友而染上毒癮，吸咗毒8年，但係戒毒就用咗18年嘅時間。我諗係最大嘅原因就係我媽媽咯。喺我即係臨最後一口白粉嘅時候，佢俾我睇到佢真係好愛錫我，佢係唔會離開我咯。喺呢一方面係令我最大嘅動力。另外嘅就係當我自己戒完喺戒毒村戒完之後，出到嚟當自己再去建立返一個家庭嘅時候，呢一樣嘢亦係令我成為我嘅動力咯。Lydia 同埋 Chris， 佢哋兩夫婦喺2005年成立雲彩行動，開展廣西山區扶貧行動，致力協助赤貧民族，甚至係殘障嘅兒童。我記得我見第一個被遺棄孤兒咧，佢好凄涼，喊得好傷心。咁呢個小朋友咧，佢係腦癱嘅，係好嚴重嘅腦癱。我見到佢嗰時候，基本上一條繩咁樣攤喺地下。但係呢個小朋友咧，基本上都係放棄咗自己。咁佢努力咗3個月，最後都離開咗世界。佢哋深深感受到當地孤兒嘅生存困境。我諗孤兒咧，即係佢哋嗰個最想、最渴慕咧，唔單止係有一份嘅愛啦，佢哋更加想咧係有一個嘅家庭。何生孝喺93年開始就進行電腦組件回收計劃，回收一啲過時但係仍然用得着嘅組件，然後砌成一部電腦送贈俾有需要嘅人。如果一般我哋收咗個機翻嚟咧，如果佢可能着或者唔着，咁可以畫面睇到啦。我哋會將嗰啲壞嘅就收集好佢，包括底板啊或者顯示卡啊，就擺翻喺呢度，再進一步詳細睇下有冇可以維修。如果冇咧，我哋會分類咗攞去回收嘅。有部分機咧就要係準備係去check 嘅，咁而 check 好咗嘅機咧，我哋會重新組裝。如果係準備送俾人嘅，可能用保鮮紙包住啦。逢星期日晚播出嘅 ATV 2013感動香港周人物推選，每集都會介紹幾位感動人物嘅事蹟同埋故事，而且仲會邀請評委同埋現場觀眾即場同感動人物互相交流，分享當中嘅心路歷程。